苗栗南庄路街坊有一间可以为50年的个老布行，头家周明琼后生的时节，替头份一间布庄做店员，里面自家出来创业，3毛钱开店的。故所以造成头替市场摆摊的卖布，下主头如其能天马，乃如去卖，慢慢的晓得的钱，让替南庄街路行开自家的布行，专门做南时装、西装、旗袍等学生服也到，生意好多而抢起的师傅来听书哦。不过里面引来引到片商场老布行是关门的，有一摆机会，一定人客抢头家来做进温泉会做嘅尤卡塔，没想到路可能也个行出一条新嘅路。啊，无你先好无，即嘛食果水啊，啊，你这还日本货啦，你无爱食红。这我讲红衣啊，穿啊幼甜，这剪到头哦，你看卖，这人无够快，会使过放。哦，佮点2扣放掉，或者老师傅就知啦。平常时间南庄路街人客唔多，不过第间路街行嘅布店，实总系写喺度人客对叫。这个很省，50就够，还顶多60，看你做几长了。哎，60的话就做很长了，你的长袖要短袖，短袖哈，你点60比较保险了，不然说你怕是人家长度要增加。中意客看到店度各种各样嘅布匹，为全部转去做衫，就介是系本别行，条呢嘅日本是尤卡大下到。今年呢种嘅波服啊，哈，正式嚟讲，阿嚟衣袍啦，衣袍我哋改良睇，因为整个衣袍是前单，我哋加装，现在做下架。哦，因为一般手工蛮好，我哋手工哈，我量嘅全部啲袂表现。哦，有新嘅是讲4个水啊，哈，量冇小心。無論係薩庫拉土嘅日本風，也係普通話土嘅客家風，都中意各自。兩下天是暗冷，當一下進本餐之前，都好賣之量，還容易當買來帶動日本去進本餐。本單中面超是做生意嘅好貨，幫每中意下繞口做台面做嘅，慢慢呢就變做嚟兩下嘅日本式好貨專賣店。以前你細時節啦哈，錢都已經捉到我哋3檔貨。然後講呢，因為那天捉到貴價無先生，好2三嚟捉，你4年咧細按下可以捉，可以捉到拖小學哈，從第3間捉嘅。所以講你一般人客家人是講哈，2三理想適用，跟嚟捉個好快。兩種發發嘅好貨，做起來輕鬆又少暖，當受歡迎。移動一下買來轉做電路送熱，每種人啲名路行，看到出大天花來煮飯，就好基本機，生意當好。香港、南台灣哪邊都有，台南、花蓮、基隆哪邊都會來買，因為專門做口碑嘅，人客介紹人客來嘅。像歐洲啊，對吼，澳洲吼，佢係我寄到台北去，甲親戚無留寄過去，樣樣。不過其實兩間為50年間老布店是天業。鍾明秋15歲出道頭份一間布店做店長，受天內做生意乜計都會做，不過佢就有機會出一點學人做。有限是頭先重點那部分已經看專利部嘅啦，哈，部嘅名叫做熟啊，哦，睇個嘅頭家本身佢係做裁縫是講啊，你乜嘅花乜嘅布，我做乜嘅款嘅哈，慢慢學習到嘅。幫妹佢自家出來創業，3毛半錢好開店，是做得啲路順擺攤呢。這樣啲路順擺攤呢，啊，擺攤呢，佢就向下是下冇人買，啊，嗰時專業做些。他就是使用絲絨紗，哦，材料布去各種頭，而來人家邊個咧貨方屋，哈，啊，當然咧是表下咧一間間門，哈，也擺得俾人看。兩個社區就冇相關嘅，就當然他們是講按照。慢慢呢，傳出錢，將啲南莊開了2間布店，專門為人客流行聽奏南吳區種學生嘅致富兩道。
讲啊，请七个师傅做，我是专门负责剪泥章，来剪笔做。然后我头家是专门负责剪西来的。像人下的话，佢爱出去料啦，吼，韩国公园过节，韩国头心口，哦，一下做假线衫呢，头摆磨成一下子做新线5、6线呢。做起南总就为每行业都發展，貴州總頭都鬧熱，仲面超嘅勝利，每日為安樣變動好，包每現在走，國家甚至共重到咧，啱從讓響到路不掂。店灯上有3年的樣哦，因為這樣是做上面是慢慢動手啦，哦，因為貢獻大家講，我啱啱便宜啊，一條布100-200塊嘅，我貢獻是唔少幾多錢啊，哦，還有一包嗰個。因是講啊，你賣片咧，你是轉行啊，想辦法去轉啊，這個部分咧轉行是最佳啊。幫每種一下場中面搶走嘅本身有卡大，想到會落步點，簽到就挑戰內路。講實在啦，冇轉行啊，嗬，你賣部完全是一點的啦。哦，你這個量咁好入來，哦，品質可以控制。哦，因為我完全2來年嗬，因為貢獻嘛個神咯。各種發展度住做工動住，順便嘅你本身有卡大，變做南種先嘅特色登錄，對製造補品買賣嘅布店，變做專門讓你填做南唔輸種，到兩下嘅你本身有卡大專賣店，路布店會下變高，地線書台簽到先填位。